嗰個心肝脾肺腎嘅開關掣之後咧，咁應該我哋做咧，首先分為上背部同下背部。咁我而家示範上背部點樣去揾第一點。上背部留意下，我哋揾第一點，摸下大家嘅大椎，有一骨喺度嘅嚇，一點。咁好多時有啲人咧摸唔到呢粒骨，咁我哋點樣咧？佢平衡咗隻手之後，留意下，摸住個膊頭，平衡落嚟，啱啱好嘅。大家咁樣平過嚟，摸住呢粒骨，骨旁邊一隻手指位，呢度就係第一點，係啦。咁呢第一點大概係半寸位，呢個第二點、第三點，一個 V 字嚟嘅，係啦。V 字呢點，咁你1、2、3，1、2、3咁樣做嘅。做法係點樣做咧？我哋揾咗第一點之後，攞出我哋個工具。我哋嘅工具係掌心向上，好似問人攞錢我成日講。咁我哋做嘅方法就會用我哋嘅踭嘅呢個尖位，其實尖位係側邊，唔好最尖嗰度，側邊少少。咁將呢一點擺落去，頭先你揾落去嗰度，就會擺落去。留意下，係啦，擺咗落去之後，留意下我隻腳點樣企，我哋叫做弓箭步。咩意思咧？右手做，左腳踏前，右腳係丁字腳，個身體記住唔係咁斜，係咁樣，有冇留意？係平嘅，向呢邊，向呢邊啊！咁樣斜咗咧，應該條腰會留住嘅，係咁樣向。擺咗落去之後就擺落嚟，擺落之後頭有隻手掂住隻耳仔嘅，另外隻輔助手可以擺落呢度。亦都可以擺落呢度，記住我哋咁樣擺落嚟，跟住身體向前傾，呢隻腳係丁字嘅，個身體向前傾之後咧，個重心就移咗埋嚟啦，跟住按落去，喐，呢度咁樣按。嗱，按嘅時候咧，大家記住，用力嘅時候咧，你哋平衡喺呢一度發力，個力係咁樣嘅啫。有好多人嚟就咁樣咧，係冇用嘅。記住係呢一點發力，所以一擺落去，嗱咁樣係冇力㗎。個身體傾過嚟，喐，呢度就第一點啦。每一點大概係7至8下，係啦，呢個第一點。嗱，有第一點掂住耳仔嘅，再上係第二點，第二點一點咧上少少，啱啱隻手就係一半，個頭一半，身嘅另一半。呢度就係第二點㗎啦，底下因為睇唔到㗎，上少少已經係第二點啦，所以擺咗之後個身體傾少少，再喐第二點，每一點7至8下，好，再上第三點，第三點呢度嚟隻骨啱啱係平衡咗，所以身體平咗過嚟，係啦，啱啱過頭嘅，身體傾過去嗱，你咁樣做係冇用。傾過去啲力就聚咗落去啦，再喐，呢個第三點，每一點7至8下，其實要做3次，即係咁樣做7至8下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咁樣，係正常做3次啦，練習得就可以做，可以大家省啲。OK， 做完之後，我哋可以用翻呢個位，用翻呢個叫做手踭位。將呢個位按住個位，舒緩，輕輕舒緩。OK， 呢邊亦都係揾咗大椎旁一隻手指位，呢度就第一點。所以掌心向上，將個踭擺落去，貼住隻耳仔。嗱，頭先係咁樣，一邊做晒㗎啦，身體傾落去。但記住個身體唔好咁斜，一定係咁樣。第二點上半寸，呢度一半，呢度一半，傾落去，咁就係第二點啦。第三點再上，啱啱過咗個頭嘅，傾落去，呢度係第三點。
每一點7至8下。做完之後，我哋用翻呢嚿肉，亦都係舒緩翻第1點、第2點、第3點。咁我哋想叫做上3點。OK，停一停。